有了你開心啲，乜都稱心滿意，鹹魚白菜也好好味。有拖拍真係食乜都甜啲嘅，不過吉野家食到有啲悶，想有多啲平食選擇，得問5億駙馬啦。佢早排先同有米老婆去西環食3餸車仔麵，埋單都係40蚊有找，依然貼地。食完仲可以行街拍拖添。車仔麵唔啱 feel， 中環盛香園又點睇先？就連 man 爆嘅黃德斌都孖住女友 Joyce 喺呢度嘆翻碗番茄牛肉麵噶。咩話？太濃味？咁就要請教下發哥啦。雖然發哥家住九龍塘，但佢同發嫂每次去九龍城買餸，都會幫襯德昌魚蛋飯，貪嗰度啲魚蛋夠彈牙。想同發哥 selfie， 依家知訂啦。不過要數升級嘅平民食點啦，點可以唔提筲箕灣安利魚蛋粉麵啊？除咗阿國全家出動開餐，伊健夫婦都 like 爆，所以話呢，食飯唔一定要豪嘅，平食都可以好 sweet 噶。蘋果即時新聞新增自選排序功能，最 hit、最新、最關注任你揀。